最酷了。
才家己想办法啦。想办法？你想什么办法？啊，你帮我斗是？我帮你斗是。先生啊，我想的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你去甲亲戚借淡薄仔钱落来。你小姑讲，兵夫老妻无难的，富在千丈因关亲，人家都这么啊紧，要去向什么人借钱？是呀。哎，先生啊，我还佫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啊？两领破衫，下去断。你没理到，两领破衫，啥人要滴嘞？这啊无底笑，啊无底断。哎呀，先生啊，我还佫一个好办法。什么好办法啊？我去甲判所讨淡薄仔钱落来。哎，跳跳，你讲什么啊？我去甲判所讨钱啊。你要讨钱，我就要告你。你要告我？告我什么啊？告你讨钱，代志化办的害死两条人命，这人命关天，安尼我就要告你。讨钱会害死人，阿姨，你告我，我做。哎呀，先生啊，我还佫一个好办法。你有什么办法啊？你去甲人啊，头鬼条啊hand住。岂有此理！先生欺民贵道，除非君主之所为呀。先生都袂去做差呀。先生最早果然知影有何体呢？哎呦，先生啊，你无听人咧讲，己无救法啊？唔对唔对唔对，什么？妖鬼无小财，妖人无小面体会，教人头几条汉做是有啥要紧啊？谁啥的啦？若是互咱听见，会互咱笑死哦。佫想看有别的办法无？讨钱偷汉做，无别的办法，通佫想啊？哎呀，佫想看有比头我hand做较好的无？佫想也无啊？讨钱会害死人，做参谋会骗笑，骗笑害死人。啊，对，算来算去，宁可来学去骗笑，嘛唔通害死人。